眼光光望天光，或者你都試過啦，係咪？揾啲放鬆方法，等自己瞓得好啲，一時得，一時唔得。今次用科學頌缽幫你，讓你嘅大腦 reset 過。一隻綿羊，兩隻綿羊，三隻綿羊，四隻綿羊。幾時先瞓得着啊？又2點半啦，救命啊！眼光光望天光，或者你都試過啦，係咪？我哋可能會做運動啦，飲熱牛奶啦，聽下啲海浪聲，或者係揾啲放鬆方法，等自己瞓得好啲，一時得，一時唔得。今次用科學頌缽幫你，讓你嘅大腦 reset 過，瞓得更加好。話咁快就已經瞓着咗啦。科學頌缽咧，其中一個特性就係佢嘅聲音係屬於低頻聲音。低頻聲音有效讓我哋嘅腦袋降低運動。我哋可能一啲嘅高頻情緒啦，我啲雜亂嘅思緒啦，聽到呢個聲音之後，會慢慢嘅靜止落嚟，讓我哋咧嗰種好攰，但係因為個肚停唔到落嚟，休息唔到落嚟，慢慢聽住個聲音，專注喺個聲音入面，然後咧慢慢讓我哋嘅主觀意識開始放鬆落嚟，身體嘅信號開始出返嚟，知道身體攰啦，然後進入一個休息嘅狀態。呢種嘅休息就係最好嘅 reset 啦。如果你好想好似佢咁快咧就恢復精力可以瞓得咁好咧，你就可以 join 我哋嘅公眾教室去了解聲音嘅原理，又或者直接透過我哋深層放鬆體驗去休息。歡迎你參加科學頌缽嘅活動。